我现在切的是牛肉芝士，里面是有牛肉的，牛肉芝士呢，告诉你多少钱，你说多少钱就可以在线上了。掌上生活 APP， 随便选随便挑哈，25比56盒全场5折哟。在这打开掌上生活 APP 或招商银行 APP，有吗？立马就能用。